寮的街仔头有一间饼店，开业50档了，即卖第2代来接手。少年头家除了改良大饼甲方片粿等等传统的糕仔饼，嘛来开发着新的水 Q 饼甲坚果等等的小点心，一来传承老爸手艺，二来嘛不断来创新。 未了街仔头有一间老饼店，为第1代到即卖已经有50年的历史啊，伫当地真有名。第2代头家周贤基除了传承老爸手艺以外，嘛用创新的态度来经营这间店。10几年前就开始改善了，寿桃那些也是，就是把产品精致化。后来这几年又把产品变成中西式的。 因为对本身产品的坚持，头家采用注文式的销售来维持这个糕仔饼的新鲜度，另外方便在地卖了人客嘛开始做网络的通路，用新的产品去引导我们的旧产品，两个互相搭配。我们的旧产品，你在研发新的时候，也可以让旧的产品跟着进化，这样子。因为时代变化，大饼的需求量无像英贵遐济啊。周贤基传承传统以外嘛，一直咧创新，就希望讲，互因到这间店的名声会使继续传落去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